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6篇，创世纪45章25节到46章的第7节，使徒行传第5章33节到4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受逼迫。咱真侪时阵在思考，无有人真介意受苦，但是受苦一定是毋好的嘛？其实是咱要问讲，咱敢有可能来闪避所有的苦难嘛？当然这是无可能啦吼。但是基督徒的态度应该着爱安怎呢？圣经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伫咧山顶的宝训的中间，记载伫马太福音5章11节到12节，耶稣基督的教导安尼讲：为着我的缘故，人甲恁侮辱、迫害，讲逐款歹话、诽谤，恁真有福气。着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顶的报赏是真大。恁以前的先知嘛，捌安尼受迫害。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受苦是得到福气必经的过程，是得到福气的一个基础。这大概打破咱一般的人对苦难甲得福的概念。但是这却是基督信仰真重要的一个基础，造就着人真正向真积极的人生态度。雅各的囝约瑟，会通讲是一个苦中苦难的人物，但是却因为伊全然的倚靠上帝，真坦然接受着伊所面对的苦难，伊坚定相信讲，迄是上帝所甲伊安排。那因为安尼，就算伫迄个苦难的中间，伊犹原得到福气。不但伫伊的迄过程的中间得到福气，更较因为上帝的安排，互伊来成做因全家的拯救的人。毋但安尼，佮成做当代因富军逐个国家的祝福。伫创世纪45章25节到28节的记载，雅各听到约瑟还佮活着的代志。记载讲，因对埃及倒去迦南地，因老爸雅各兄，因对雅各讲，约瑟也活着，佮做宰相，治理埃及全地。雅各拢无反应，毋信因的话，因就将约瑟甲因讲的话，拢对因老爸雅各讲。雅各看到约瑟派来要宰伊的车，心就活起来。雅各讲：有够好，我的囝约瑟也活着，趁我还未死，我要去看伊。咱看到这段的经文的记载，也佮继续伫这个创世纪46章第1节到第7节，记载着雅各全家迁徙到埃及，来避饥荒避难的事。因为饥荒的苦难，互雅各的囝有机会到埃及去求援助。嘛，因为安尼，才会通甲因的小弟约瑟佮一家见面，并且得到法老王的邀请，全家来迁移到伫埃及来徛起。圣经的标题咧讲，雅各全家落去埃及，雅各带全家出发，去到伫别是巴，伫遐献祭互伊的老爸以撒的上帝。
米是上帝伫异象中甲雅各讲：雅各，雅各，伊讲我伫遮。上帝讲：我是上帝，是你的老爸的上帝。你要落去埃及，毋免惊，因为我要互你伫遮诚做大族。我要甲你做伙落去埃及，嘛一定会带你倒来。你过身的时，约瑟会伫你的身躯边侍候你，甲你安葬。雅各对别是巴出发，雅各遐囝，互因的老爸雅各甲因的囝儿、因的某，拢坐伫埃及王派来要载因的车。雅各甲伊拢总的子孙带因的情生，以及伫迦南地所得到的财物，落去埃及。雅各带伊的后生查某囝、查某孙、查某孙，甲所有的后代，拢去埃及。事实上，伫福音书咱也看见耶稣基督真早就甲门徒煮一个强心剂，也互因知影将来真有可能拄着逼迫，因必须要有随时有受苦的准备心。但是伫今仔日的记载，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，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好咱亲像已经准备好势要接受着逼迫。但是因为上帝的保守来得到逃亡，对伫已经预备要受苦受难的门徒来讲，因更较认为家己是更较得福的人。使徒行传第5章33节到42节记载着当初时的情景。议会的议员听到这个话，非常生气，爱要杀因。毋过因中间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，叫做加马列，是众人尊敬的律法教师。伊站起来，吩咐使徒暂时出去，然后对议会讲：以色列人，恁要办这个人，着真谨慎。以前杜达起来，自称大人物，约略有400人对伊。后来伊互人杀死，所有对伊的人拢死煞，消失去。后来有一个加利利人犹大伫户口破灾时出现，带一个人对伊，伊嘛互人杀死，对伊的人拢死煞。咱关系这项代志，我甲恁讲，这个人恁毋通插，出在因去，因所计划所做的，若出伫人一定会失败；若出伫上帝，恁就袂当甲因消灭，惊了恁煞甲上帝做对头。议会接纳伊的意见，因叫使徒入来，用鞭甲因拍。命令因袂当阁用耶稣的名传道，然后放因出去。使徒离开议会，满心欢喜，因为因互人看做袂堪得为着主的名受凌辱。因逐日伫圣殿甲人家厝继续来教示人，传耶稣基督。虽然门徒无有受到性命威胁，但是因莫名其妙互人鞭拍，佮命令袂当用耶稣基督的名来传道。但是因并无因为安尼来屈服，因颠倒伫圣殿内底传福音教导人。因反倒转，因为着耶稣的名受到逼迫凌辱，来心欢喜。因更较热切，逐工负起传福音的责任甲呼召。诗篇46篇，上帝甲咱同在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
咱的气力，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。虽然地大变动，山刷到伫海中，海水也烟花花好，山因为海中摇绝，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，就是至关上帝徛起圣的所在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动摇。天不光，上帝就帮衬因。咧放花花草，咧讲摇动，上帝出声，地就消扬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。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，来看上主所做，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。伊压制经斩断枪，放火烧战车，伊互战争拢煞，全地和平。伊讲，拢静静，就知我是上帝。我伫咧榜受尊崇，伫全地受尊最大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，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恳求主帮助阮学习，受到圣神的感动，充满了后，许大的使命，互阮愿意毋惊艰难，毋惊受逼迫，热切的传福音。并且来见证分享上帝的救恩，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